歡迎收睇智叻選購貼士，我係 VC。呢條全新嘅頻道最大嘅特色就係為智叻嘅消費者分享選購貼士，等大家睇完之後咧，自己去揀選喜愛嘅牌子同埋型號，好好地去享受購物嘅樂趣。我揀選嘅產品包羅萬有，主要有家居嘅電器啦、家居嘅用品啦、常用嘅電子產品、健康嘅用品同食品、一般嘅食品同用品等等嘅。我嘅口號咧就係要買得安心，用得開心嘅，冇錯啊，係要用得開心啊。其實消費者咧最怕咧就係千揀萬揀，買咗翻去用過之後咧，先至知道撞板喎。咦，究竟發生咩事咧？原來用過之後先至發現咧冇自己想要嘅功能。乜唔係最新嘅型號就樣樣有齊㗎啦咩？又或者咧個產品咧佔用好大嘅空間，又重啦，又難用啦，搞到連工人姐姐咧都側側膊唔肯用啊！咁睇翻咧市場上牌子又多啦，型號又多啦，咁點樣揀選先至最好咧？買款貴嘅咧，定係咧買啲最平嘅就已經係可以咧？嚟緊嘅每一集咧，我都會俾大家簡單易用嘅 tips 同埋選購錦囊，等你哋可以輕鬆咁樣做到最合適嘅選擇。另外啦，選擇月刊嘅報告咧就已經係可以免費下載。咁裏邊咧就有好多嘅測試報告咧，都好值得參考嘅。唔睇就冇事喎，咁睇完之後咧就有啲擔心啦。尤其係嗰個測試報告出咗街之後咧，媒體咧就大肆報導咧，話有啲成分咧就已經喺某一啲嘅國家或者地區禁用，又或者咩超標等等嘅，令到消費者產生不安同埋疑問。當遇到呢啲報告嘅話，而我亦都認識嗰個產品，就會同大家做一啲簡單嘅分析嘅。一條全新嘅頻道最需要就係大家嘅支持。喜歡呢條短片嘅朋友，請你俾個 like 我啦，同埋分享出去，順便撳埋個啷啷訂閱呢條嘅頻道。我係 VC，祝大家買得安心，用得開心。第一集即將上線，到時見啦。